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月18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行政院长杜英泰就任了后，头摆去金门肯定海巡队1年以来出动175架次的舰船，应对54摆中国海警船的侵扰。针对总预算的争议，杜英泰也当面向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讲，台检预算袂当太安全，检也袂当减尊严。国防部也讲，大幅度台检冻结预算，会互咱较好应对中国军方的侵扰台湾。敬礼，别走。上任了后，头一届去金门时度，行政院长杜英泰伫海委会主委管佩玲的陪伴，18勤勉金门海巡队一年出动175架次的舰艇，应对54届中国海警船侵扰。杜英泰讲，金门是民主甲极权的第一线，海巡设备、人力训练拢需要经费支持。不过，立法院17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通案删减939亿。杜英泰当面向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发声，袂当删安全，袂使减尊严。有一些部分昨天已经表决通过了，那是不是还能够起死回生呢？我是不知道，但未来一定让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执行造成很大的困难。那我也谢谢曾委员，我倒是比较喜欢在这里遇到他，比在立法院交谈多了。过去的这一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2.7兆，今年事实上增加了4300亿，那就算立法院删减1100亿哦，事实上也还是增加3000多亿。对南北甲首长特别费删减60%，杜英泰讲，首长特别费毋是塞卡钱，是用来做年节甲特别勤务，也是有表现机构的加菜金。坦白讲，无立法院的支持，行政院会寸步难行。啊，毋过在遐党无认同，连到考西偌政府，还佫2条9000亿的预算，连做无法度做代志都落台。台湾人的纳税钱给了我们2兆9千亿，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无法执政。那就请你下台换人做。唯有这2天能够尽可能让蓝白的黑箱预算提案能够尽可能的透明公开，让人民来发声反制。针对南北联合三度媒体宣传费60%，包括交通部编列1亿360万6千块，全部删除。交通部长陈世凯亲像回线说明，讲删除预算会影响道安改善。对于台湾的人本交通的建立跟未来行人的安全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昨夜提案冻结江南预算18亿，嘛佫提案冻结国防部业务费70%，差不多1781亿，也加装备连附件预算76亿。国防部表示，会削减国军应对强军侵扰的应处能力。那么，国军只有在全民以及国会的支持之下，有效地运用稳定成长的财源，才能够达成建军备战的一个目标。国务会嘛拢发声明，讲删减预算不利业务推动，目前也有剩差不多800万的预算提案，会伫后礼拜1甲拜2 2天展开长时间的表决战，并20亿会期结束前三读通过总预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草屯镇长补选今仔日投票，哪力2党拢派出现任机关来参选，由国民党的简素成加民进党的蔡明显来比拼。下晡4点开票，简素成是一路领先，5点左右家己宣布当选。蔡明显是讲尊重选民的决定，未来会继续打拼。蔡爸母太太来投票，快出心情真好。南投草屯镇长补选18投票，国民党候选人简素成透早就到投票所，伊讲平常心看待选战，经过对手的攻防甲抹黑，相信选民用选票行以公道。我的票数要冲得越高，来证明说。草屯证明是能够很清楚的了解我的做人、作风、作为，他都很清楚的。所以说这次的选举，我认为要选民会给我一个公道的。向民众挨杀住民进党候选人蔡明显伫太太陪伴之下，为中道才来投票。伊表示，这摆选举压力袂小，家己党会调，望应为民众服务。不过竞选团队受对手攻击，感觉真唔甘。我是承受得住啦，但是我替我的竞选团队非常感到舍不得啦哈，因为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个抹黑哈，然后攻击啊、谩骂，甚至很多的一个排挤的一个行为哈。前草屯镇长简炳贤去年11月过身，南日2党拢推出当地县议员来补选，总投票人数差不多8.1万人，2名阵营拢有5投票都破4成。下晡4点开始开票，国民党简素成一路领先，伫下晡5点左右家己宣布当选。来替草屯镇民设想，来替草屯镇民想，
未来可能朝你我还原、我了解，这是我想要做的工作。也是尊重我们草屯镇民共同做出的一个决定，然后做出这个民主的决定。那民选未来还是一样会持续的深耕基层。民进党蔡明宪表示尊重选民的决定，感谢所有支持者，强调是家己的努力报告，未来继续伫草屯打拼，最后选举结果照中选会公告为准。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牵涉内乱罪，遭到正做头一个互人逮捕的在位总统。17号公调处申请羁押，今仔日下晡是出席羁押庭，欢迎安算伫咧明仔载早时会做出裁定。在警察甲总统安全部门的护送之下，尹锡悦18下晡点半为拘留所坐一台司法部的蓝色厢车，去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参加逮捕必要性审查。从现任总统参加羁押庭的第一日，伊是伫律师建议之下决定要甲申请羁押的公调处辩论，焦点主要伫发布根据戒严是毋是造成内乱，也有是毋是有逃亡或者是隠蔽證據的懷疑。法庭外有數百支持者尤其大化，首爾市中心也出現支持伊的保守派群眾真海。这次做到审案了后，尹锡悦透过律师对支持者发文，伊讲虽然有寡无方便，毋过伫看守所一切安好。听讲真侪国民无辜寒天上街路游行，也感谢大家爱国之心。最近保守派势力大起动员，也听尹锡悦的声势起来，甲反对阵营烧饼场，看守所外口也一直组织人条。저희도 기대 안 했어요. 이제 우리 국민들이 조금 뭉쳐갖고 지금 윤석열 대통령을 석방해서 나오셔서 나라를 다시 재건하셨으면 좋겠어요. 尹锡悦是因为11月初3强行发布第一名戒严令，予国会答应，15正做第一回任内被立总统，不过一直行使干别权，故作新闻。调查人员就伫17申请羁押，要求将拘留期限为48点钟延长到20日。法院按算伫18暗时，或者是19早起做出裁定。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今仔日冷空气减弱各地回温，不过后礼拜一台北季风就会再变强。气象专家提醒，伫咧旧历过年之前，会有一波冷气团会落南，可能加做今年第一波寒流。估计1月27到28会上寒，提醒民众就要先做好准备。日头出来，温度回升，拜六北中南各地高温拢转来到20度左右，感受真舒适。不过礼拜开始，各地水汽分量拢增加，嘉南北海岸有可能有局部性大雨。拜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搁转凉。后礼拜下半期时水汽会渐渐增加。周1、周2天气相对的是比较稳定一些哦，除了气温会有一些变化之外，那周3跟周4、周5水汽是会有一些逐渐增多的情况。所以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可能外出要适时带个雨具备用。气象署观测，拜六的透早，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苗栗大河出现3度5的低温，新竹高美原来5度7，苗栗的局部地区7到6度2。对冷气团减弱之外，各地低温拢转来到15度左右。农历年连续假期要到啊！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欧洲模式显示，过年前有一波超强的冷气团落南，有机会成为今年第一波寒流，为小年夜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先湿冷后大冷。中部以北、东北部有机会都在10度C以下，那至于南部的话，就在10度上下左右。在1月28号之后，还会再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那这些降温的部分还会比原来预期的温度再下降个1到3度。专家提醒，这波冷空气的强度真强，影响时间过长。为小年夜前一天开始，温度就向降低，一直到正月初1日了后，温度才会慢慢回升。提醒民众，过年前大饼扫甲过年安排出外佚佗，拢要预先做好防寒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呼吸道疾病正在流行，疾管署讲，流感的疫情可能伫咧过年期间会达到高峰。因若各职能病院初1到初3会开传染病的特别门诊，计共有1230个门诊，比过去几年是搁较侪。医师也呼吁讲，各种病毒正在传播，民众会当透过注意方式提升保护力。
注射站前，民众照顺序排队量体温了后，经过评估，就会当注流感疫苗。春节进前，台北市政府伫捷运站、社区、甲商场周边加设18位注射站。最近流感疫情升温，真侪民众拢有警觉。这一阵子本来就是周围的同事就是好像得流感都比较多，所以趁周末来打一下。这段期间我想要出国，然后看到日本那边好像流感还蛮严重的，所以就想说先来接种疫苗这样。疾管署统计，顶礼拜类流感门急诊就医差不多13万9千多人，是最近10个流感季降期上悬的。目前咱国流感疫情持续升悬，已经进入流行期，可能伫春节达到高峰。医师指出，当季气温低，而且日照较少，病毒正活跳。那流感各种呼吸道病毒最近嘛正流行。感冒症状的人数是在上升的。那在冬天呢，因为气温骤降，然后环境温度比较低，同时呢，那阳光它的量也没这么多的时候那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就会变长，这个是造成说人们比较容易感染的原因。春节的南来北往，新冠疫情也有可能会升悬。医师提醒，民众若是还未注流感加新冠疫苗，拢会当赶紧前往注射。因应最近呼吸道疫情升温，疾管署嘛将列责任病院伫春节期间加开特别门诊。目前配合开设的病院累计有157间，会开出1230诊次。民众若是有需要，会当就网络查询。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学测今年有12.1万的考生，今仔日是头一天考数学 A 甲自然，分别有9.2万加8万人来考。高中老师分析，数学 A 偏旧年是加较难，顶标、前标的分数可能会降低。因若自然考是下两项的素养题目，就要斟酌看，才有法度找到答案。大学学测第一天9.2万的考生选考的数学 A 上台先举行，拢总20题。有考生讲，一个开始单选题都卡掉的。选择题比手写还有填充难一点。你觉得比混合题还难？对啊，我自己是用别的解法，所以我觉得的确第二题会比第三题难一点。台北市高中数学科教师群指出，今年数学 A 也是每一个大题由简单到困难，不过若是困难的时伤久，就会影响后边的作答。而且今年需要理解数学观念较侪，不少题目爱甲题目讲的画作图表，增加破题的难度。在平常在学习的过程中，不熟悉自己把题目转成图形化的时候，这份考卷对他来讲难易度就提升不少。高中老师认为数学 A 比去年较困难，顶标也是前标积分可能降低。第二节考自然拢总共7题，全教会自然科评论教师群表示出题用心，4月初3大题当空瑞风台等时事入题，看考题袂少，较注重素养。整体来讲有较困难，伊个分数可能会比去年降低。就现在高1、高2的学生，真的鼓励你们学习不要偏食。有些题目不要太排斥，说它是属于物理或是化学或生物地科，该学的该去把它给理解的，就努力去试试看吧。大考中心表示，学测头一天无传出重大违规，无查有效证件的违规上济。不过特别提起数学 A 的时阵，有2个考生考试过程有查手机而且伫使用，按照规定会当加重扣分，也是无算分。另外，伫数学 A 甲自然分别有9件甲8件突发伤病，启动备用考试场来考试。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执行长黄振勋今仔日中昼伫咧台北请坐供应链高层食饭，包括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广达董事长林碧丽等等。因若暗时会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翁仔某食暗顿。黄振勋讲要以 AI 做基础，打造新的电脑产业。因若专家是分析，包括美国 Intel 拢来台湾找厂商合作。黄振勋除了要甲台湾 AI 供应链厂商过好调，阁要增加产能。基金会民众签名佮到庭翕相，回答执行长黄振勋到台湾，到位拢庆元讲18中途，以请供应链厂商高层食饭，包含台积电董事长郭铁嘉、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广达董事长林碧丽、华侨董事长施宗腾等企业高层拢来参加。伊就去进前佮笑批表示，家己巴肚枵咯。我巴肚枵，今仔还袂食的。你食鸡肉无？一定会食鸡肉。
甲大家原来开讲前一日，黄仁勋就讲到，甲台积电已经展开设公司研究合作，即摆食中道也继續甲為鐵家密切交流。佢講到電腦工業發展60年，即馬加入 AI 做基礎，要打造新嘅電腦產業。The computer industry, as you know, has been evolving and growing for 60 years, and now we're starting over again with a new way of doing comput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GPUs. 專家分析包含美國超微 Intel 加四大雲端服務中心 CSP 業者攏來台灣找廠商合作。黃仁勳即擺來台灣其中一個重要進步，就是要構成台灣 AI 供應鏈廠商。主要是要固裝，那么整体的在台湾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也因应这个未来 AI 需求的持续的加大，那么也希望台厂能够尽速的再扩大它的一个产能。召回听證會回答唔能帶動國內廠商業績，也牽動台灣科技發展。不過，議員愛觀察川普新政府是唔是延續拜登政府，加強管制 AI 晶片全球流動嘅新措施。台灣科技業未來安怎發展，議員有變數。記者綜合報道。有一個踮新北市邦橋的台語共學團，到今已經成立第5年，有幾十個台語家庭每個月攏會有聚會，唔但讓台語家庭的囡仔有教台語囡仔伴的機會，也讓家長互相交流，安怎經營一個台語家庭。我的家境歡喜，我的海媽歡喜，我的任何所在攏嘛真歡喜歡喜。大人佇台頂帶囡仔鬥陣唱台語囡仔歌。來線，這還有迄個點播。現場也用台語帶囡仔甲紙拗做紙炮，這是母語團體舉辦的共學活動。現場有濟台語家庭的大人囡仔參與，用台語交流，真濟人攏感覺真親切。就想講自細漢就有迄個台語的環境安尼，啊嘛找一寡囡仔姊、囡仔兄會當做囡仔伴。阮細漢就是攏講台語啊，甲阿公阿媽嘛講台語嘛，係啊，就熟悉。毋過囡仔一離開厝的吼，去外口啊，就攏接受攏華語的世界啊。一寡家長有心要經營一個台語家庭，但是定拄着困難。親像唔知濟華語詞的台語通安怎講，也是安怎面對親戚朋友對台語家庭的質疑。母語團體希望透過共學團，唔但讓台語家庭的囡仔有交台語朋友的機會，家長之間也通互相交流。伊若是想要對囡仔講台語，毋過囡仔可能較細漢，還是較大漢，還是已經傷大漢啊，伊煩惱講囡仔會無願意接受的時陣，會使安怎來做？這個共學團為2020年成立。為一開始只有兩三幾個台語家庭，到今經過5年，已經有20至30組家庭接來參加台語共學團的聚會。發起人之一阿勇希望透過這個共學團，通讓台語家庭的家長有機會分享經營台語家庭的經驗，讓台語家庭的團體更加活潑發展。記者講林玉凱新北報道。過年期間，真濟民眾都會買代表好結條的柑仔來送禮。新竹縣新埔有一個種水果的農民，用超過4年的時間研發新的品種柑仔柳丁，甲普通時仔的柑仔比起來，外皮是加較緊。有民眾講，食起來有柑仔甲柳丁的味，感覺真新鮮。來吃水果，大家來試食水果，不過這水果到底是柑仔也是柳丁？看盤內底已經切好一片一片的水果。就是農民研發出新的品種柑仔柳丁，又可以食了融化甜。它有橘子的甜味，然後又很多汁，然後又不像柳丁這麼的澀口，吃起來真的，我們以前沒有嘗試過這麼好吃的味道。就是很甜，然後很多汁，然後有橘子的味道，很像吃起來很像美麗果。新竹縣新埔果農陳文和經過4年外研究實驗，最近研發出這種外皮親像柑仔，內底果子肉又閣像柳丁的特有品種，食起來有柑仔的香氣，閣有柳丁的甜味，農民就甲合作柑仔柳丁。我剛開始是種那個柑橘，普通柑橘，然後發覺到柑橘一直會被淘汰，我要種一些新產品，蜜柚啦、帝王柑啦、紅肉柳丁啦，改良新品種就是嫁接啊從柚子從那個橘子的嫁接那個柳丁，然後兩三次嫁接變成了這個橘子柳丁。
农民讲，即马是产季，来食柑仔柳丁当着时，欢迎游客趁过年来遮现场 DIY 挽柑仔柳丁，除了会当有全新无共款的体验，会当补充满满维他命。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台湾每100个人当中就有62台乌多摆，比例是世界悬。车厂一直推出新的乌多摆，不过颠倒有一群人介意甲旧车改造做特殊的手工车造型。AM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做伙来看少年人的手工车梦想故事。行人呼呼叫的声，一台独有讲响目的手工乌多摆伫路面咧走。虽然是真声人目，不过这是有钱嘛无一定要有的。手工车上吸引人的所在，就是我有你无啊，就是这台车。全世界敢若我有你无，就算讲你买甲同款的，你嘛无甲一模一样的一个外形。风格真特殊的手工乌多摆，是设计者的心花，嘛是车主的宝贝。不过改装乌多摆的合法性，高达要受真大的争议。台湾的改装法规其实是非常的完善的，但重点在于认知问题。他们就会认定为只要改装就是违法。其实做古早以前的法规就是已经明文规定，会当改的部分有足多的。其实阮就是咧改装的部分，除了安全之外，阮就是按照法规来去改。骑手工外亚乌多摆，除了真适合以外，嘛有人更较介意这款自由自在，伫山顶来来去去的感觉。看朋友骑的感觉足好耍的，然后想讲会使先看卖，所以就开始骑。有的人就是介意骑长途啊、环岛啊，但是阮这边就是较介意骑越野机车啊。看到乌多摆，亲像看到真侪人少年时代的回忆甲梦想。一定坚持手工乌多摆的少年人，因为因的打拼，互这个梦想甲人搁较无共款，嘛互这个梦想持续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最后，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14度到22度，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东部地区15度到22度。外岛地区10度到18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